我哋好成功安全地將婆婆送到汕頭屋企啦，咁叫做一切都非常之順利，咁亦其實每一次嘅醫療護送咧，我哋當中都會遇到唔同嘅挑戰同埋困難，所以我哋要喺之前做好詳細嘅評估，我哋要同唔同嘅部門作出溝通，無論係醫院，甚至係我哋作為一個醫療護送交通方面嘅部門，我哋曾經用飛機啦、直升機、船、鐵路、車做一個醫療運送，當中會涉及咗唔同嘅風險，同埋有唔同嘅考慮因素。我哋要計劃好每一個航程入邊，假如出現唔同嘅情況，我哋要點樣去作出一個有效安全嘅處理方法，亦都喺盡量唔影響其他無論乘客啦，甚至係其他嘅工作人員嘅情況之下，去完成呢個醫療運送。因為我哋無論飛機，我哋唔一定用私人嘅包機，我哋亦都有時係用一個民航機。咁我哋就喺事前必須要無論同機師啊，我哋同交通嘅部門啊，同相關嘅工作人員啦，做好足夠嘅準備，以確保整個航程係安全有效地去做到。呢個係非常之重要。而呢一次我哋都好安全地將個病人送翻去佢嘅出生地，佢嘅老家。我哋見到佢翻到嚟非常之開心。呢個除咗係好多老人家甚至病人嘅心願咧，亦都係我嘅心願。因為我哋幫到一個病人，其實背後係幫到佢整個家庭，佢屋企嘅成員，甚至佢嘅朋友，個意義係非常之重大。所以好開心每次可以安全有效地完成呢個醫療護送。其實經常參與唔同嘅醫療護送咧，當中係好攰嘅，亦都唔容易，因為我哋要喺沿途嘅過程去持續監察住病人嘅情況，亦都要即時作出唔同嘅應變，例如一啲天氣因素令到個航班有延誤啦，甚至要一啲唔同嘅交通作出醫療護送嘅時候要改道，我哋要事前做好清晰嘅計劃同埋一啲準備。因為有啲病人係曾經試過因為航班嘅延誤而佢嘅情況突然間轉差，咁當然呢啲係我哋預計之內，我哋亦都即時作出一啲唔同嘅處理啦，令到呢個病人嘅情況變翻穩定。呢個係我哋首要嘅考慮同埋我哋嘅任務。所以每一個醫療運送都係每一個唔同嘅挑戰，但係憑住我哋嘅經驗啊，我哋嘅能力啊，我哋每一次都好安全有效地完成咗，係非常之開心。嚟1、2、3 ，OK。咁啊好開心啦！即係我哋成功安全地將婆婆送翻自己屋企，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個心願嚟嘅。咁始終老人家去撥期嘅情況，我哋翻到自己度咧，個人係會唔開心嘅。咁所以啱啱翻到嚟見到個心情啊，或者成個人個感覺啊，都係完全唔同咗。咁所以呢一樣嘢亦都係有意義嘅。我哋一路去支持啊，我希望做到嘅就係始終完成咗一個最尾嘅心願咧，係一個好開心都有意義嘅嘢咯。咁所以我哋一定會繼續去支持做翻呢一樣嘢。OK， 你講先。冇咁靜，我哋好開心啦！今日雖然開始翻嚟嘅時候咧，個天氣麻麻地，又落雨啊，又
又或者啲交通上邊都唔係咁順暢啦，但係好好彩。咁經過我哋差唔多5個幾鐘嘅時間，咁好順利翻到嚟嘅。咁我哋好開心，即係將婆婆帶到翻嚟啦，同埋呢一個係佢個心願。咁作為幫到病人最後一個心願咧，而完成到，將佢帶翻去自己嘅老家、自己出生嘅地方啊，睇到佢翻到嚟嗰個心情，或者嗰個人嘅感覺咧係完全唔同嘅。咁絕對我相信對佢嚟緊嗰個病情啊，或者對佢呢段時間啊，一定有好大嘅幫助，令到佢起碼個心情會開心啲，會係個人亦都會精神啲。咁對於處理最尾嘅情況咧，咁有咁多家人喺度支持咧，亦一定係個心理上面嘅幫助亦都好大嘅。或者對佢個心理嘅支持啊，會有好大嘅幫助。所以我哋都會一路去支持呢樣嘢，希望繼續延續落去，咁幫到更加多嘅病人，亦都完成到佢哋更多嘅心願。咁呢個就係我哋一路想做嘅嘢，咁啊幫到每一個時間啦，盡我哋所有嘅能力。咁我哋終於安全將婆婆送到汕頭嘅屋企啦。咁而家佢已經翻咗入邊啦。咁一切都好順利啦。好 ，thank you。今次最大嘅困難就係個時間同埋婆婆嘅情況啦。第一就係佢需要坐大約4、5個鐘嘅車程，由香港去到佢嘅屋企啦。而第二就係本身嘅情況，尤其是癌症末期嘅病人。佢情況可以突然間變化得好快嘅，咁所以原來我哋需要去一路監察住啊，睇住嘅情況啊，確保佢係穩陣啊，亦都想安全地去到個目的地。咁所以最終我哋克服晒呢啲嘅困難啦，沿路睇住佢啦，咁所以今次係好成功。當然相比之下，我哋有啲情況係，相比之下我哋有啲情況係更加遠啦，坐10幾個鐘啦。但係相比嚟講係相對即係都係少少長嘅時間啦。喺過去嘅經驗，我曾經參與超過100次嘅醫療護送，當中包括亞洲地區、歐洲，甚至係美洲。我曾經參與最遠嘅醫療護送呢，就係護送一個99歲嘅婆婆由香港去到墨西哥，我哋要經過美國再轉機，由香港啦去到美國嘅達拉斯 （Dallas）， 再去到墨西哥嘅瓜達拉哈拉。呢位99歲嘅婆婆當年因為某啲原因啦嚟到香港讀書、成長、就業、結婚。隨住佢年紀一路大啦，佢患上好多唔同嘅慢性嘅疾病啦。咁而喺墨西哥，佢嘅屋企人好想接佢翻去，等佢喺墨西哥可以安老。但由於呢位婆婆本身有好多唔同嘅慢性嘅疾病，佢屋企人亦都唔識得喺飛機上面點樣處理婆婆出現嘅任何情況。後嚟佢屋企人聯絡咗我啦，咁我同佢哋溝通之後，了解咗佢嘅意願，覺得係好有意義嘅，所以去評估咗呢位婆婆嘅情況啦，無論佢嘅病歷啦，佢而家用嘅藥物啦等等，之後同屋企人溝通之後，我哋計劃好一個醫療嘅護送。經過差唔多20幾小時嘅航程，我哋最終將呢位婆婆送到墨西哥嘅瓜達拉哈拉。咁一降落瓜達拉哈拉嘅機場咧，我哋睇得出呢位婆婆嗰種笑容係好開心，因為佢係翻佢嘅出生地。而之後屋企人亦都提供咗一啲嘅影片啦，我哋睇到呢位婆婆喺自己嘅家鄉度啦，去養老係好開心，咁個意義係好大嘅。而喺另一個比較難忘嘅醫療護送經驗入邊咧，我曾經護送一位39歲嘅癌症末期女士，由香港翻去佢嘅出生地四川嘅成都。當日係佢屋企人啦聯絡我哋，表達
呢一位女士好希望喺剩餘嘅日子翻去佢嘅老家，佢嘅出生地和佢可以身邊有佢嘅朋友啦、家人陪伴住。咁啊，去到醫院評估咗呢位女士啦，我哋去了解咗佢嘅情況啦，我哋同醫院溝通，同航空公司嘅溝通啦，我哋作出咗一個醫療護送，好安全有效地將佢送翻去佢嘅出生地四川。喺完成呢一個醫療護送之後咧，佢屋企人大約1個月後通知我，話呢一位女士已經離開咗啦。但係喺翻去老家佢出生地嘅1個月咧，佢係過得好開心，因為喺佢嘅出生地，佢有屋企人、有朋友可以去探望佢，可以陪伴佢。呢個係佢太太最後一個心願，我哋可以幫佢完成，係非常之感恩。所以每一次嘅醫療護送其實背後都有一個故事，甚至係一個好感人嘅故事。我哋睇到每次完成咗醫療護送嗰位病人，佢嗰種笑容係令到我有個動力，係每一次都希望去幫到佢哋，或者幫助到唔同嘅病人。所以點解我哋每一次醫療運送都係非常之安全有效？就係無論我哋之前做一啲好詳細嘅評估啦，我哋要同屋企人好清楚嘅溝通啦。而過去嘅經驗，我哋試過用飛機啦、直升機、船、鐵路，甚至係車去做一個醫療護送。我哋要有好足夠經驗去確保整個護送嘅過程之中，若果出現任何突發嘅事故，或者病人出現咗唔同嘅情況，我哋要有能力、有經驗，係即時作出一個安全有效嘅方法去處理。呢一個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咁所以每一次都好安全完成任務，所以幫到每一個病人，亦都係一個動力，令到我哋繼續好想去做呢一件事，一個有效安全嘅醫療運送。我哋唔止幫到一個病人，我哋幫到佢整個家庭，我哋幫到佢身邊嘅朋友，個意義係非常重大。所以之後都希望有唔同嘅機會去幫到唔同嘅病人，達成咗佢嘅心願。我哋大家繼續努力。